善心生现罪，吾早年来积学问，亦曾考书寻经论，分别明相不知修，又还算杀徒子，困了。却被如来苦喝者，属他珍宝有何益？从来正当觉悉时，苦喝者，属他珍宝有何益？从来正当觉悉时，多年往作红尘客，知节，如来恶尽道，爱充无智慧，亦于只节。法方得为观，一夜来了还不王上不能依王欲行常之见，生终不坏，人终不坏。无所于今在，自无畏。天蒙达知犯众当菩提，不见开密诀，二比丘脱离光，外面上脱离云光相对解，回眸大士顿由后后入消伤去，之意，不是一切脱离。他也那么恒沙也无世趣，事这是供养感知来，黄金已消得黄金岁恒果岁时，一句外足他，那句了然超白玉，法中法智高胜，恒沙如来同共证。我真觉得有一株迅速之觉，迅速之觉皆相应。不由于途径，大悟不拘于小节，莫将管见谤苍苍。为了无今为君绝，网络不顺啊！这我说明了灵三地大唐朝天真寿元圣号等字典于网络不顺啊！人鬼里天归上线收在鼓动两续混彻在脑向下通天窍无影田对头，而要想持念当然弥勒经，持念佛来救超生，是的西来白羊子化经，每日至心常持八难部，要想成佛前礼拜，常持名八难部来听，要想成佛前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天10人不说话，然后3亿那念无相，
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朵神通，多是满天星斗通下世，先五方六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貌似灵通查得清。网络不顺了，跑出来了。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深长，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。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侧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深楼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念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2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1叩叩9叩10手。我将其无诵经为相文，愿将此功德回向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。弟子赵长明。天父母回愿将此功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无形大德，大德叩请辞，恳告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南来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咒主。网络不顺了，弹出来了，弹出来再进去。不得来不易啊！有的地区没有网络，也没有办法看电视，所以一定要有收音机。没有第4台，所以要看，要准备收音机。下生弥勒尊佛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天人师德，感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前贤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立明讲师导读，谢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，一起诵经回向哦，晚安。
感恩啊，高讲师慈悲啊，感恩啊，很优秀，全贤晚安，组长晚安，龙坛主晚安，全贤们晚安，感恩感恩，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全贤们，大家晚安。老师晚安，拜拜。龙坛主晚安啊。今晚讲师啊，就是那个去泰国开荒回来说高烧不退，然后前些们读网络线上读诵经心经，还有心经3遍，弥勒教苦真经3遍啊，然后把功德回向给讲师高讲师。那第二天他就上线了，感谢大家了呢。